后来乡亲啊，讲这个台北市立联合病院，搁来爆发着 A 型流感的传染。伫个仁爱院区的护理之家，6位住院的病患出现着发烧、嗽的这个症头，其中5个人快筛确定是患着 A 型的流感。甚至有民众来压料，讲这个病院无顾到病人的安全，甲流感的患者转入去安宁病房、甲血液肿瘤科的病房，敢有影安尼的？病院讲无这个代志。台北市立联合病院仁爱园区又搁爆发着 A 型流感群组，这次是护理之家对3月初2开始出现6名疑似类流感个案，发烧高嗽，经过快筛，其中5个确诊是 A 型流感，甚至有民众讲，连伊甲流感的患者转入安宁病房、血液肿瘤科的病房，无顾病人的安危，病院澄清表示。因为我们的隔离病房，它有它的隔离措施，我们都采高规格的隔离措施，所以呢，这些病人呢不会跟其他的病人有什么交错，不排除跟探访者有关。5名 A 型流感病患无同情个案，拢已经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，陆续退烧。根据感染事件统计，相关接触者有75名，疾管署嘛持续追踪。应该不算延迟啦。他护理之家他们如果有群聚的时候，才需要跟我们通报。提醒民众爱特别注意流感防疫措施，若是有发烧的，一定爱尽速就医，防止流感疫情再扩散。